綜藝節目的出場費向來是大眾茶餘飯後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當一組組天文數字被曝光在大眾視野下，往往會在瞬間點燃輿論，引發對明星高收入的聲討與感慨。最近，關於知名歌手周深的一則傳聞，便以驚人的速度席捲了各大社交平台。放棄奔跑吧，千萬出場費，把巡演當打工，每場拆賬後的數字讓人沉默。這短短一行標題，幾乎融合了所有爆款元素的精髓，巨額金錢的洩氣，頂級綜藝的光環，與勞動人民共情的打工比喻，以及那引人遐想的沉默。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這樣極具衝突感的故事，無疑是最佳的情緒催化劑。它精準地擊中了大眾對於娛樂圈財富分配不均的敏感神經，也同時滿足了人們對清流藝人的美好想象。然而，剝開這層被情緒和想象包裹的外衣，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遠比放棄千萬更為複雜，也更為真實的故事。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金錢取捨的算術題，更是一個關於職業規劃、藝術追求，以及在高度商業化的娛樂圈中，個體如何保持清醒與選擇權的生存樣本。當喧囂散去，數據背後所隱藏的邏輯，或許更能觸動人心，也更能引發我們對這一行業生態的理性思考。關於那不被廣泛討論的千萬出場費，絕大多數信源都指向了一份地方官方交易平台發佈的採購公示，該公示詳細列出了節目嘉賓的勞務費用明細。這份文件明確指出，所謂850萬並非網傳的錄一期就拿走，而是整整一季節目，通常為12期的稅前打包酬勞。這一定位極大地稀釋了數字本身的衝擊力。如果將這筆錢分攤到數月的錄製週期、高強度的戶外工作，以及隨時可能因為節目效果而被惡剪承擔輿論風險的成本上來看，這筆費用雖然依然高昂，但至少擁有了一個相對明確的商業標尺，而非憑空想象的日入斗金。我們需要明白，綜藝節目的錄製並非觀眾在熒幕前看到的那般輕鬆愉快。一次戶外真人秀的錄製常常從清晨持續到深夜，涉及奔跑、對抗，甚至落水等大量體力消耗，且往往需要跨省市移動。一季節目下來，藝人所投入的時間成本、體力成本以及因長時間離家造成的生活成本，都是不容忽視的隱性支出。更有趣的是，圍繞着周深與奔跑吧的關係，一直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版本在坊間流傳。一方面，有傳聞趁其退出是因為片酬過低。一份網傳的跑男出場費排名將周深列為末位，出場費僅有20萬，與其他資深成運動節數百萬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如果這一數字捉實，那麼所謂的放棄千萬便失去了前提，因為他或許從未拿到過那個量級的報價。這更像是一個關於市場認可度與議價能力的商業博弈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報道指出，周深的退出更多是因為當年節目組存在惡剪爭議。他曾因一個普通的最納玩笑被剪輯成孤立其他嘉賓，短時間納招至10幾萬條惡意評論，而節目組為追求熱度並未出面澄清。這種對藝人形象的巨大傷害，往往不是金錢能夠輕易彌補的。對於一個專注於音樂、性格相對內斂的歌手而言，長期暴露在真人秀的鏡頭下，意味着要時刻面對病毒、被標籤化的風險。這種精神消耗和職業形象的潛在折損，有時遠比身體上的疲憊更令人難以承受。更不用說，他在節目中展現出的勝負欲和甚至能把飯盛過肩摔的驚人爆發力，以及為了遊戲效果不惜一頭扎進水坑，多次仲做裝佛的拼命鏡頭，其付出的體力成本和職業風險，早已超出了輕鬆賺錢的範疇。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都可能導致身體受傷，進而影響最為核心的音樂演出工作。真正讓拆賬後數字讓人沉默這一描述顯得意味深長的，是對比周深在音樂領域的實際收益構成。當我們把目光從他的綜藝行程移開，轉向他的演唱會版圖，佢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財富邏輯和分配體系。
有業內人士估算，周深近2025年的演唱會票房保守估計能達到數億級別，這在整個華語樂壇都是相當亮眼的成績。但這龐大的現金流並非全部流入個人口袋，而是需要經過一條極為冗長且複雜的分配鏈條。演唱會的產業鏈條極長，首先需要支付高昂的場地租賃費用，一線城市的默人體育館單日租金動輒百萬起步。其次是堪趁燒剪的舞美設備，周深的演唱會以是引盛宴著稱，其採用的音響系統、燈光矩陣、巨型 LED 屏幕以及複雜的升降機械，每一場都是千萬級的投入。同時，他船需要養活一支龐大的樂隊、和聲團隊、專職舞者以及隨行的化妝造型團隊，這些專業人才的日薪和差旅費用加起來是一筆令人咋舌的固定開銷，更不用說遍布全國的安保體系、票務代理分成，以及鋪天蓋地的線上線下宣發費用。更重要的是，根據行業慣例，主辦方與藝人經紀公司之間通常存在複雜的票房分成協議，有的對半開，有的甚至3-7開，這取決於藝人的號召力和談判籌碼。有網友根據票務數據公開信息進行過粗略推算，扣除高達45%的個人所得稅、公司運營的固定成本以及主辦方的分成後，落到個人手中的實際收入與總票房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那個最終的數字確實會讓旁觀者沉默，不是因為太多，而是因為經過層層剝離後，真正貴足於藝人個人的部分遠未有外界想象的那麼誇張。然而，周深的商業價值遠不止於演唱會門票這一單一渠道。他與絕大多數依賴經紀公司投餵資源的傳統藝人不同，他通過持有上海競藝文化95%的股份，牢牢掌握着自己音樂版權的運營和商務合作的主動權。這意味着，無論是動輒數百萬的音樂節出場費，還是數量驚人的影視劇 OST 原聲帶收入，他幾乎包攬了近年來所有頭部國產影視劇的主題曲演唱以及專輯銷量，如反心代詞。實體專輯開售12分鐘即突破5000萬銷售額，這些多元化的商業回報最終都將以更高效、更直接的方式回歸到他的個人收益體系之中。這種股權列扣的設計，體現了他在商業佈局上的前瞻性，也解釋了他為何有底氣在綜藝領域做出取捨。他在環球人物專訪中曾坦言，做音樂只會越做越難。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和慣性有時會成為探索新可能性的桎梏。這種對藝術近乎苛刻的追求，決定了他必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需要親自打磨、親自表態的音樂現場，而非一個被剪輯師掌控敘事方向的綜藝角色。演唱會的每一首歌的編排、每一段燈光的變化、每一次與觀眾的互動，都是他能夠完全掌控的藝術表達。這種對作品的絕對主導權，對於一個有追求的音樂人來說，其價值遠非金錢可以衡量。因此，所謂的放棄綜藝簽約，與其說是一種悲情的自我犧牲，不如看作是一種極具遠見的戰略重心轉移，是商人在權衡利弊後的理性決策，也是藝術家在堅守初心時的本能選擇。對於一個正處於事業上升期，且渴望擺脫綜藝家標籤的實力派歌手嚟說，將時間與精力從需要時刻提防惡剪且收入性價比相對可控的綜藝節目，轉向能夠沉澱作品、鞏固粉絲粘性且擁有更高商業天花板的演唱會市場，是當下最符合邏輯的職業選擇。更何況，綜藝錄製往往佔據大量連續的時間塊，這佢嚴重擠壓專輯製作、練聲排練、音樂節聯動等核心業務的開展空間。從經濟學角度考量，周深放棄的其實是一份固定薪酬的短期合同，而選擇去深耕一個雖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具備長期複利效應的內容賽道。這是一種典型的捨小博大策略，他在用短期的曝光損失，換取更長久的藝術生命和更穩固的行業地位。綜合以上種種信息，我們可以還原出那個讓人沉默的真相。這沉默並非源於對金錢數字的震驚，也不是對藝人收入驟降的靈敏，而是源於對一個清醒從業者背後複雜考量的深刻理解與尊重。周深所面臨的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
一個所有身處名利場中央的人都必須面對的經典命題。一邊是看似光鮮亮麗、來展迅速，卻伴隨着輿論不可控風險和藝術界值稀釋的綜藝舞台；另一邊則是需要投入巨大心血、體力消耗極大，卻能帶來持久藝術生命力和穩定商業回報的音樂世界。他選擇了後者，這既是對自身核心競爭力的清醒認知，也是對流量變現快車道的一種理性規避。通過將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無論是通過控股公司掌握版權，還是在巡演中親自打磨每一個演出細節，他實際上完成了一場對個人職業生涯的風險對沖，將命運牢牢攢在了自己的手心裡。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用簡單的對或錯、虧了或賺了來評判一切人和事，習慣性地將複雜的現實壓縮成便於傳播的標籤。但人性的複雜和行業的深層規則，往往遠比標題黨描述的要深刻得多。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再甘於被綜藝劇本安排的藝人，一個試圖用作品而非花邊新聞與觀眾對話的音樂人，一個在喧囂中努力尋找立心秩序的青年藝術家。他像一個極度精明的創業者，放棄了一筆可觀的短期項目款，選擇將資金和人力投入到研發與長期品牌建設中去。這種對未來的篤定和自信，恰恰是浮躁時代最稀缺的品質。因此，當我們下一次再看到類似放棄千萬的震撼標題時，或許可以試着多停留幾秒，放下急於評判的衝動，想一想那沉默背後，究竟是功利的算計，還是更長遠的堅守？是純粹的金錢損失，還是基於人生優先級的天平傾斜？我們是否被表面數字牽着鼻子走，而忽略了背後那些關於成長、關於取捨、關於熱愛與現實的永恆博弈？每一個看似驚人的娛樂新聞背後，都站着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都有一套足於那個行業特有的運行邏輯，都有一段不為外人所知的權衡與掙扎。在這個充滿誘惑與浮躁的時代，無論是對待藝人的個人選擇，還是對待我們每天接收到的每一條碎片化信息，保持一份冷靜審視的態度與中立客觀的立場，或許才是我們對這個複雜世界最大的善意。我們無需神化任何人的視金錢如糞土，那是對人性複雜性的過度簡化，也不必妖魔化娛樂圈的每一分酬勞，那是對市場規律的無視。尊重一個專業歌手的職業規劃，理解商業生態背後的運行邏輯，承認個體在不同人生階段有不同的側重點，這既是對他人的寬容，也是對自己的清醒。讓我們在紛繁複雜的娛樂信息流中，保持一份獨立思考的定力，不被情緒裹挾，不被標題綁架，做一個有判斷力的信息接收者。對於藝人而言，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無論那條路是鋪滿鮮花，還是布滿荊棘，對於觀眾而言，多一份對作品本身的真誠關注，少一份對私人賬本的過度窺探，或許才是娛樂圈與大眾之間最健康、最長久的相處之道。畢竟，真正值得被看見、被記住的，永遠應該是那些在舞台上閃閃發光，在錄音棚裡精益求精，用無數個日夜的汗水換來的作品本身，而不是那些被反覆計算、充滿想象空間的出場費數字。理智吃瓜，其實不只是對明星隱私的尊重，更是傳給彼此一個乾淨、清醒、有序的公共對話空間。當我們學會用理性駕馭好奇心，用理解替代審判，這個由信息構成的虛擬世界，才會少一些無謂的紛爭，多一些建設性的交流。回顧整個事件，從最初放棄千萬的震撼標題，到後續層層剝繭後呈現出的複雜商業途徑，我們不難發現，公眾輿論往往容易被極具衝突感的單一數字所牽引，從而忽略背後更為立體和真實的邏輯鏈條。周深的案例提醒我們，任何一個人的職業選擇都不是簡單的是非題，而是交織着個人志趣、商業博弈、風險控制和長遠規劃的綜合性決策。作為旁觀者，我們既不必為他人的放棄而扼腕嘆息，也不必為其所得而憤憤不平，因為每一份看似輕描淡寫的取捨背後，都有當事人深思熟慮的考量。娛樂圈也好，現實生活也疲，
信息的傳遞總是伴隨着放大、變形和再加工。我們唯一能夠把握的是面對海量信息時那一份不被裹挾的清明心態。願我們都能成為理性的觀察者，不盲從，不輕信，不極端，在熱鬧的輿論場中守住獨立思考的底線，用平和與善意去理解這個世界的多元與複雜，這才是吃瓜最有意義的打開方式。